今年4月咧，我咧專程飛去上海，走咗一轉第93屆 CMEF 中國國際醫療器械博覽會。每一年嚟 CMEF 對我嚟講咧，都係一次行業定位及校準，睇睇整個醫療科技生態而家走緊去邊個方向。但今年比以往任何一屆都更加令我有感觸。一入到展館，第一個感受就係大，真係好大，32萬平方米，接近5000家品牌，30萬人次嘅專業觀眾，來自170幾個國家同地區，由高端影像設備、手術機械人、體外診斷到家用健康監測器、AI 軟件平台、病人護理系統，幾乎每一個醫療細分賽道都有人喺度做，亦都有新產品首次發行。站喺展館入面咧，你會感覺到咧整個行業嘅能量咧係真實轉變緊嘅。第二個感受係國內生產技術嘅全面升級。以前大家可能覺得高端醫療器械一定要靠進口，國產係平價替代品，係將就。但係今年呢個印象應該要徹底更新。西門子醫療今次90% 展出嘅創新產品係源自本土中國製造。佳能醫療係歷屆以來國產產品數量最多嘅一屆，仲首次做到全線展品全部實機到場展示，唔係模型係真機。聯影 Mindray Philips 國產影像設備品牌已經喺 CT、MRI、超聲等核心賽道正面競爭國際大廠，國產設備已經唔係可以用，而係開始定義標準。第三個感受係 AI 今年真係全場最熱嘅關鍵詞，但係重點唔係有 AI， 而係 AI 落地嘅廣度同深度。影像診斷方面 ，AI 已經可以做到一次掃描、同步篩查多個部位、多種疾病，大幅減少放射科醫生嘅重複工作，提升準確率。病人護理方面，今年見到好多智慧護理系統、AI 病床監察同自動化病房管理方案正式亮相，呢啲唔係概念，係可以直接落地嘅產品。仲有一個令我特別意外嘅展區 ，AI 中醫問診系統，透過 AI 分析患者嘅臉色影像、舌診影像、脈象數據，輔助中醫師進行辨證論治，將幾千年嘅傳統中醫智慧轉化成可以被 AI 學習同應用嘅結構化知識庫。西方現代影像技術同東方傳統醫學喺同一個展場裏面咧，都被 AI 重新詮釋咗一次。呢個畫面咧，我覺得幾有象徵意義。行咗成日，坐低嚟整理感受，醫療科技嘅邊界正在被快速重新定義，唔係將來某一日，係而家，係今年4月喺上海呢個展館裏面咧，已經發生緊嘅事。如果你係醫療行業嘅人，CMEF 係你一定要親身走一轉嘅地方。下次見。